專有集中、獨特嘅意思，例如專心，或者一啲需要獨特技能或知識嘅職業。專業呢個字係轉，即係轉圈，但當意思係改變嘅時候，就會讀轉變。呢個字係傳，即係將一啲嘢交去俾其他人，傳遞。而一啲由以前傳流落嚟嘅習慣係傳統。而呢個字係團，多數係代表聚埋一齊嘅人，團隊。好齊心嘅團隊係團結。